香港人點解你哋嘅小紅書賬號做得咁差？好多香港商家錢都使咗，但係就係冇咩效果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，今日我哋嚟傾下點解你哋嘅香港小紅書賬號做得咁差。我哋有個客戶，佢之前一個月出5皮，請一個自稱經驗老道嘅運營，點知呢？推廣效果差到離晒譜，試用期3個月都未到啊，就炒咗佢啦。唔通啊，香港真係冇小紅書運營嘅專業人才？首先我哋不妨分析下其中嘅原因。第一個，小紅書呢個平台係近幾年先喺內地興起嘅網絡社交平台嚟㗎。香港人對內地嘅新媒體運營咧，本嚟就唔係好熟悉。第二個，香港而家現有嘅一啲資深嘅運營者咧，佢哋嘅年紀都比較大㗎啦，佢哋對內地年輕人嘅喜好知之甚少，好難捉得住小紅書平台嘅共通點。第三個，專業嘅小紅書運營人才咧，目前主要都係集中喺內地。就算香港有呢一類嘅人才，佢哋嘅人工咧都會好貴，商家好難請到合適嘅人。所以啊，大家可以睇得出，香港真係好缺小紅書嘅專業人才㗎。好多香港商家錢都使咗，但係就係冇咩效果。所以話，香港商家如果想搞小紅書嘅推廣服務，性價比最高嘅方法咧，都係揾一啲專業嘅團隊提供代運營服務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，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